卜月陽。咁但係卜月陽咧，最近大家有睇新聞都知道啦，佢就宣布啊加盟咗蒙古嘅一支嘅球隊，叫做霍夫德列英。咁啊，預計會喺蒙古咧就係外流效力啊！咁當然啦，都好希望佢可以有一個更好嘅發展啦。嗱，見到咧就永倫今年咧係45週年紀念啦。咁上個月咧，我都有幫佢手咧，就做咗個永倫45週年嘅紀念特輯嘅。咁裏面講翻咧過往45年啦，整個香港籃球嘅發展啦，同永倫所佔嘅地位。咁啊，佢哋遲啲做好咧，又係推出嚟。余李陽咧，今年咧就做助教啦。我鏡頭見到佢啊。咁當然教練咧就係由霍家銘咧就係主導呢個教練位置。咁啊，當然對於永倫嚟講咧，今年佢哋都需要啲時間磨合。喺上場對住晉龍咧，其實有少少感覺上係試唔同陣式啦嚇，試唔同嘅組合啦。頭3節咧都還好嘅，咁但之後咧俾晉龍咧冚過嚟啦，打咗一段攻勢啦，令到咧永倫其實有少少亂咗陣腳。咁幸好就係鏡頭影住嘅邵華啦，用佢經驗上咧就穩定住軍心，最終都好彩咧就以85比76贏。咁但係其實過中嗰個情況咧係睇得出晉龍都係打得非常好嘅。你講到上一場比賽咧，就永倫呢，就因為掹唔到晉龍嘅射手安家頌啊，我記得上一場佢俾安家頌入咗7個3分波，攞到25分啊，咁啊追到咧相差1分嘅第4節。咁但係呢場波咧，對於永倫啊邵華嚟講咧好嘅，俾人係追到咁緊呢，佢話係可以令到球隊咧喺防守方面同埋凍結對方嘅射手方面咧得到更多嘅經驗啊。咁啊至於香港東方咧，就第一場對住漢友咧就10人輪換啦。咁啊當時咧就楊和啊就攞到24分。咁啊林文琪從南華過嚟咧都攞到21分嘅，咁啊結果大勝咧17分嘅。不過咁話阿賢，咁啊當時咧佢就曾經一度俾對方係反超嘅，咁所以就阿蘇柏軒都講：喂，我哋就領先好多，都唔可以放鬆啊！冇錯啊，咁啊當然啦，東方其實第一場都有一啲患得患失嘅情況啊。好啦，咁啊睇呢場波，咁啊穿起白衫嘅永倫啦，對住咧就係藍衫嘅香港東方打成點啦？鄧志恒藍底咁啊諗住係想 draw 犯規啦，擔一擔啊楊博文，但係唔成功啊。楊博文就對位啊對住阿鄧志恒，哇！基本一嚟到就整個 and one。咁啊，好明顯啦！而家用咗鄧志恒 mark 住阿基拔。咁啊，鄧志恒曾經都係東方球員啦，咁亦都相信呢，就同阿基拔都即係練過波啊，等等各樣嘢，都相信好熟悉對方嘅套路。咁所以可能今日呢個 match up 上就用佢 mark 基拔，但第一球呢就出師不利啊！就據阿基拔嘅上一季咧就去咗克羅地亞啦，打一個係當地嘅2級聯賽啦。咁個狀態咧佢就話有嘅。咁啊而且咧就翻到嚟香港嘅第一場咧，佢盡量熟習翻咧收緊嗰個場區。咦咁啊3分2齊咧就係88個基拔嘅。好啦，黃永德咁啊都叫客串做一個 key ball 啊。咁但係當然呢個位置其實唔算係佢嗰個最好嘅位置嚟嘅。不過喺個陣型上，可能咧霍家明教練就覺得，如果擺埋許軒行做一個正選控衛嘅時候咧，喺個得分點上咧就太多，令到後備個兵員咧就唔係咁理想，所以目前呢2次咧都將阿許軒行咧列作做後備先啊。好啦，鄧志恒 hand off 俾翻咧就黃永德，黃永德都係偏防守型啊。好啦，咁呢球波咧就做組織俾咗少華，少華咦今場波冇得好似上場波咁比較輕鬆啊。因為上場波頭3節咧，佢都算係咧有少少慢條斯理咧，因為佢覺得可能喺個陣容上俾多啲新人試啊，佢就未必話打得好急。咁但係去到第4節咧冇啦，因為對手咧就追到1分，佢要孭飛啊！好啦，陳可健嘅小走步嫌疑，9秒嘅進攻時間，俾到呢邊啊 Ivan 有啲似徐遠成嗰啲動作啱啱。好啦，讓和中距離，平時係殺食嘅金球炒咗。係咁啊，帶波上咧就係呢位叫做湯馬士啦。咁佢本身咧就喺打澳洲聯賽咧前一個球季啦，其實佢話係打防守嘅。咁但係上季嚟到香港進龍咧，佢就要打進攻兼且係防守。咁佢發覺嚟到香港咧，佢打得好開心，因為佢竟然進攻咧平均嘅得分咧都可以超過15分以上。咁啊頭先啱見佢走啲球籃咧，都好有膽識啊嚇。係啊，咁啊呢個都係佢比較殺食嘅地方。因為畢竟佢都唔係一個純內線啦，佢其實偏向咧所謂面框打波嘅一啲內線球員，咁變咗嚟到香港更加基本上最高係佢啦，咁所以咧甚至佢有運球啦，有速度啦，啱啱就見到佢咧就係東岸大律西岸港隊 N1 啊，3分都係攞齊，咁啊兩隊都係靠住一個 N1 波啊，好啦，楊博文呢個球員彈跳嚟個好啊，咁啊要多啲經驗啊，好啦。
又係湯馬士喺身形上啊，真係難啲阻到佢。係，同埋湯馬士呢下波咧，我哋睇得到佢對方已經集定喺個叫防守限制圈裏邊啦。佢可以咧係急停，唔會做一個進攻嘅犯規。仲有喎，頭先見佢射嗰個罰球啦，穿針係好輕鬆嘅。咁睇嚟佢嘅練習咧好足夠。咁佢咧先頭就攞齊3分㗎啦，啊，咁啊2+1。哇！今日阿賢啊，即係兩個嘅一個基拔又88號啦，咁啊啱好湯馬士嚟到呢度咧又着88喎嚇。9成可能嚟香港嘅時候問咩係 lucky number 咁啊，個個聽到個8字啊，一齊介紹俾佢啊。陳可乾嚟到就香港東方咧，感覺上佢係打得好開心，因為佢做咗個正選嘅控衞啊。咁上陣時間咧，比起佢打永倫嘅時候係多好多，即係唔會患得患失。咁呢點就今日我觀察到嘅地方。好啦，基拔好波，咁啊俾到走底線嘅咧就係應該係楊和嚟㗎。咁啊楊和今日咧防守主就盯住阿少華嘅。咁啊好靚啊呢球波啊！咁啊交個 back door 俾到楊和。好啦。咁啊，楊和都應該好熟悉少華嘅套路㗎啦！哇，嚟個超遠3分，所以話咧個進攻嘅意欲啊係爭好遠啊嚇！因為上場咧梁少華好明顯啊，上半場係刻意保留呢一個起手嘅意欲㗎啊！但係今日嚟講咧需要佢啦，好早階段就要嚟啦。OK 一個 pick and roll 啦，俾到咧就 roll in 嘅楊博文搞掂。係。就特別留意楊博文啦，咁佢就係香港嘅 U22嘅籃球嘅隊員啦，咁相信都係以正選㗎啦，咁啊將會咧係打呢個全運會嘅比賽嘅，咁佢第一場嘅示範賽啦，喺啟德體育館咧已經係技驚四座㗎啦。好啦，俾翻過嚟呢邊，咁啊有啊天賜啊，咁啊輕輕踏後少少，爭啲咁多，基拔攞到個籃板。咁啊留意翻啦，香港東方基拔咧就唔係外援啊，提一提。咁但係以目前銀牌嚟計咧，基本上香港東方咧註冊晒14個球員咧，所以咧就唔會再有新嘅球員咧會叫做落名啦。而聯賽到底係用邊一個居港外援咧，暫時未有定案啊！呢個球迷亦都拭目以待。好啦，呢球 turnover 楊和有一個 low pass， 好嘢俾到陳可乾打個快攻搞掂。咁啊呢個陣對於香港東方其實好年輕啊嚇。咁啊叫做即係可能基拔係年紀大啲啦，叫做同阿楊和啦可能，但係其實佢哋當然都唔係年紀大啦，叫做嚇，都係好後生。香港東方今日嘅發揮咧係比較平均啊！我哋見到有4個唔同嘅球員咧攞到分數嘅，咁啊包括咧又係阿基拔啦、阿楊和啦、楊博文啦，同埋陳可乾嘅。咁啊反而東方咧靠阿少華射個3分波啦，同埋就係湯馬士攞咗咧就係有4分。咁啊，暫時嘅發揮咧就為香港東方咧較為全面。好啦，急停中距離嘅跳投籃板，湯馬士攞到。少華想話掟快攻啊，咁但係楊和咧就 key 住咗前邊啊。呢個鄧志恒應該自己上啊，我覺得都做晒俾你啦。基拔亦都係即係都唔會話做一個好強勁嘅風波嘅。其實雖然佢封咗板啦、拍一拍啦，但係其實都我相信佢都唔會想整親啊，唔會虛進嘅。好啦，基拔。哇！呢球咧就失晒平衡，爭少少又入啊！少華又嚟啦，咁我相信咧香港東方嘅球員都有能力阻到嘅。好啦，見到韓天賜拍一拍，有啦，空晒就不得了啦！呢個球員啊，基本上都入咗大半嘅啦。今日就永倫啦個外圍3分咧就有阿少華啦，咁仲有咧就係我哋話阿韓天賜喺度嘅，咁啊再加埋黃永德咧都有一支3分炮洞喺度。好，咁啊影住咧就韓天賜犯規啊！呢球波。咁啊，係咪記佢又唔敢講啊？咁啊，球證打手勢好似唔係佢啊，黃永德啊，應該呢球犯規。咁所以咧就 N1 係屬於楊和。咁啊，亦都換咗人咯喎，永倫啊，喺打咗接近5分鐘。咁啊，將許軒衡咧就入咗嚟啦，擺咗入嚟啦。周盈堅啊，咁啊球隊嘅 icon 啦，依家絕對係啊，亦都呢位老將入咗嚟，我相信今日都可能以10零分鐘為目標啊，上陣。咁啊，影住巴拿莫嘅教練啦，香港東方嘅教練啊。好啦，許軒衡一出嚟成個跑車咁樣，的確過晒，不過上嗰下有少少甩手啊，自己咁啊俾對方騷擾到。可能個鐘啊。回翻個鐘啦，冇錯，24秒進攻。咁啊，球證溝通完係21秒進攻時間啊，細鐘。永倫就一換換2個人，包括呢有周盈堅啦，用佢嘅經驗啦，再加埋咧就係阿許軒衡啊。
咁啊，呢度陣營上咧，用佢配搭阿少華啦，咁就以及咧就係湯馬士嘅。好，薩冷分波掟出外邊，呢個波稍為距離遠咗啲，哇，跳得好高啊！湯馬士，黃天賜快攻打唔到，呢邊周榮堅殺食嘅中距離，不過呢個短咗。咁啊，見好嘢啊！憑經驗咧就攞翻個總籃板，拍咗俾阿許圈恒低位對陳可謙。嗱，身形上係食硬㗎啦，經驗上都係食硬。咁啊，埋嚟補位嘅基拔嚇一嚇啊，堅即刻分翻出嚟。好啦，少華做嗰個拋投有啊，好冷靜啊呢球波。比分去到咧就12平手嘅。咁啊，暫時咧就永倫咧入咗2個3分波，阿少華啦，同埋咧就係韓天賜。好，基拔咪 hand off 俾翻咧就係楊和，基拔單對單過到，但係中間有個湯馬士準備咧就係做2次嘅封籃啊！咁啊，楊和做一個擦板碌翻出嚟咧，就冇人孭位孭基拔啊，輕鬆籃底補籃。好，少華帶波上，咁啊對住咧就楊國文嘅。楊國文呢個波咧就退得太快啊！即係對方一泵嘅時候咧，佢就驚犯規就向後褪。咁有個原因嘅，一陣間可以同大家講下點解楊國文今日會向後褪。好，楊博文好嘢呢球，扮 hand off 咧 skip 咗佢，跟住之後咧就打上去，引到湯馬士犯規。咁頭先講到啦，就楊博文呢，佢啱啱嚟到係香港啦，就打呢個叫友誼賽啦，U22嘅比賽啦，佢發覺好容易犯規啊，因為佢用咗美國嘅打法。咁就話要適應翻裁判咧，佢就會將嗰個防守咧，就褪翻後少少，即係一有身體嘅碰撞咧，佢就驚犯規，所以佢就褪翻後少少。即係佢啱嚟嘅時候咧，佢係上去嘅啲波。咁啊，睇下佢即係始終啱啱仲係新啦嚇，而家即係香港啱啱今季，希望佢咧都有好好嘅表現啊，因為佢個爆炸力好勁嘅，以我所知啊，入樽王嚟嘅啊。咁但係就我相信可能喺嗰個外投嘅能力啦，組織嘅能力啦，我相信如果佢能夠呢兩方面能夠一個提升嘅話咧，我相信佢對香港東方係好大嘅幫助。呢邊咧有就係周榮堅咁啊出嚟同佢做個單擋 pick and roll in 啊！呢個合作又唔錯喎。我哋見到咧就99號從南華過嚟嘅陳曉峰中鋒咧，同周榮堅咧喺進攻路線嘅右邊角咧打咗個 pick and roll 嘅。不過我見到呢球波咧，我覺得係楊博文嘅防守失誤嘅。佢咧就黐住咗阿陳曉峰做單擋嘅時候，其實冇必要做一個 jam 嘅防守。咁但係嘅即係可能溝通上啦，我見到啱啱被即係犯完規之後，佢都有同翻隊友夾。咁啊溝通啦最緊要啊防守。好啦，換咗楊家俊呢位前南華嘅球員啦，上季南華嘅冠軍成員之一嘅楊家俊入咗嚟啊！今年香港東方喺上一場已經見到用10人輪換啦，即係希望盡量保留咧就球員嘅體能啊。因為今年香港東方應付咧同樣有3條嘅戰線嘅，所以要避免咧主力球員咧就係受傷，要大家輪換多啲。好，周榮堅，重射啊！咁應該就係搶波為例啊，即係過早咧進入係顏色地帶啊，就係香港東方咁，所以就重射。大家可以睇睇周榮堅個射波嘅動作夠唔夠順啦？哇 ，OK 啦嚇，咁啊呢球咧係 OK 嘅，咁啊影住霍家銘。我哋見到香港東方換咗咧就夏少榮出嚟㗎，咁啊仲有咧12號嘅就係林文琪，咁啊楊和繼續喺度嘅，咁啊仲有14號嘅咧就係前南華嘅球員嘅楊家俊啦。地面波貼下貼下，睇下邊個攞到啦。咁啊足之咧就係永倫攞到嘅。掟出嚟，有機會咧就係人多打人少啊！咁啊，少華帶波上，左右2個翼啊！哎呀，但係呢個波咧係交咗左邊啊，變咗許圈恒攞到咧就望嚟射波。許圈恒殺籃分出嚟，哎呀，好嘢啊！呢個波少榮咧可以將個挑前自己攞翻咧做一個快攻。好，天賜嚟一個遠射，籃板攞到。喂，呢下又得意喎！我哋見到呢99號嘅陳曉峰咧，就搶贏咗咧，就係14嘅楊家俊喎。即係以前嗰2個隊友嚟㗎嘛。
各為其主啊！依家咁啊，以出場時間呢，就陳曉峰比楊家俊係多啲嘅嚇，上年喺南華。咁啊，而嚟到東方呢，我相信阿楊家俊呢都當然啦，而家都有換佢上場啦。咁但係睇個勢呢，永倫用陳曉峰啊，都幾多嚇，睇翻上場今場。咁啊，總之兩個就離開南華之後呢，都有啲出場機會，咁睇下可唔可以把握啦。咁不過呢球波呢，就陳曉峰就先贏一仗啊！好，咁啊未能夠轉化嘅贏1。好啦，咁啊見到有阿少榮咧就係大波上，咁啊前邊呢個少華咧就係招呼住佢嘅，咁啊稍微企後啲，咁啊因為阿少榮咧嗰個遠射咧個準備動作要多啲。好假動作對條圈行一個 spin move 啊，14號嘅就係楊家俊。好啦，咁啊分過嚟少華，暫時打8分鐘啊第一節，許圈行。用個擋之後空晒嘅3分有啊！咁啊，毫無疑問，許圈行嘅得分能力呢就一定係好噶啦。咁所以喺永倫嘅陣容上，我相信就係霍家明教練要諗就係到底佢係咪擺佢上正選控衛呢？跟住搭住少華，再搭住湯馬士，定還是點樣呢？因為佢哋都要需要防守球員同埋年輕球員做一啲所謂苦攻少少嘅嘢。咁但係如果你話少華加佢咧，就都得分能力好強。哇！呢下楊家俊咧搶到中籃板夠兇悍啊，但係搏唔到犯規，上亦大力咗。咁啊，相信第一次咧就阿少華會係打足㗎啦，因為佢係球隊一個靈魂。嗱，佢可以交，可以爆籃，可以射3分啊，係比較全面嘅。咁啊，少華呢球波又有少少沙冧，話佢可能急咗啲，但係我就覺得都可以嘅。好似阿家樂 Sir 起手話呢球可射可交，咁冇問題啊。因為較早前佢已經入咗一球靚波啊。同埋我都同意啊，頭先佢嘅出手係好合理嘅，即係佢即係啲人散開晒，咁佢又瞄住籃，作為一個3分射手，梗係射㗎啦。係啊。OK， 咁啊，稍事休息啊，仲有分零鐘嘅時候，咁啊睇下換咗邊個入嚟啦？呢邊永倫啦。今日見香港東方咧，主要控波就係由阿陳可乾啦、33號啦，以及咧就係少榮兩個輪流做啊。好一樣喎，咁你唔埋嚟做動作咧，即時咗個遠射嘅係3分波。轉咗個聯防啊，永倫，咁啊換咗鄭海安代替阿梁少華咧，就打個出邊手波。哇！嗱，如果從呢幾個 play 咁睇咧，打2-3分鐘。咁啊，陳曉峰就準備得好似係充足過楊家俊喎，喺對位上。我都同意啊，因為見到有兩個波，第一個搶個進攻籃板啦，佢就位置唔夠對方可以搶到啦。另外呢個 spin move 之後，一 fit 對方咧係挨身搏到咧，就係阿楊家俊就犯規，即係好熟啊打得。即係高度上、身材上就楊家俊好啲，高啲啦嚇。咁但係打出嚟暫時啊，即係當然啦，成場波流長做咗3節多少少，咁啊未知嘅嚇。不過呢兩球波就睇到陳曉峰就起碼有上罰球線兼有入波啊。係，但係陳曉峰咧就喺呢場波裏邊見到有一個地方可以改善，就佢射波嘅拋物線係唔夠啊，係太平啊，即係可以射翻高少少。係認同啊，咁所以佢頭先個罰球都搞晒。好啦，又一平手，最後40秒。好啦，楊家俊做個 hand off， 用個擋之後分過嚟，基拔硬射入去，咁啊許圈行可能打到佢手。轉翻個釘人咯喎，輸咗一球3分波，永倫俾楊和喺45度射入咗之後咧，好快已經係轉翻釘人啦。咁啊，即係頭先嗰球聯防，即係猜空咗楊和射都係第一球啫。即係我覺得可能可以多少時間試，不過點都好啦，而家就轉翻個釘人，就睇下效果如何。林文琪入咗嚟啦，12號個位啊，當然都係上屆南華嘅冠軍成員之一啦。咁啊，相信阿 Man Sir 對啱啱我所講嗰啲前南華球員都好熟悉，因為以前教過佢哋啦，同埋都知道佢哋即係大概個實力去到邊啊，同埋大概係點樣。咁而家加盟嘅香港東方，我相信都係純粹磨合嘅問題嘅啫嚇。哦，整多球啊！許圈行好嘢，借個擋之後，呢個都係許圈行殺食嘅地方，就係喺高位用擋之後咧，就自己抽起啊，去射一個3分波。好啦，24-22啊，咁啊永倫暫時咧以2分領先嘅。咁永倫嘅得分咧係相對比較平均啊。好咁啊，一個 low look pass 想話俾底線咧14號嘅楊家俊，但佢唔為意啊。我迪下唔中嘅。
咁啊，許願行咧就我哋話剛才呢有兩個嘅三分遠射都好靚啦嚇。24-22係第一節嘅比數啊！咁啊，永倫呢就憑住許願行最後呢球三分波呢，就反超前，領先住香港東方進入呢就係第二節嘅嚇。咁啊，暫時最高得分係洋和嘅8分啦。咁啊，其次呢，基幣有6分。至於永倫方面呢，都平均啊嚇，最高分係兆華攞7分，而許願行有6分，就係2球3分嘅進帳。我哋睇翻第一節嘅精華片段啦。咁開始嘅時候見到咧就係上陣嘅就係基拔咧做呢個撈碌，咁啊俾到洋和咧走個底線。